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昨下晡出发去美国访问，即马人已经伫美国的纽约，伫机场有上百个侨胞来迎接侯友宜哦。详细情况，咱请记者欧文勇甲周良雄来为大家说明。 时主部记者即马就伫美国纽约的甘乃迪机场，伫差不多美国时间10时暗时，差不多7点外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就已经到位，有900名的侨胞来热情的接机，来看他多的画面。 就是中华民国永续繁荣，是坚持走下去。谢谢我们所有的侨胞们有热心的支持。好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对，我们已经筹备3天了。哎，花舞纽约还有，那你今天还从花舞过来吗？ 侯友宜伫美国时间15日先去拜会到智库，也有来参观到这个纽约警察局，也有纽约时报。到暗时的时阵，会来去参加侨宴，来甲这个侨胞拍好关系。以上就是记者伫美国纽约掌握的上新状况，将镜头交转去主播。